來看一個住佇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家姓林的查甫人哦，伊佔用徛在1樓外口的公用地大梯厝，2樓的厝邊是真不滿哦，去檢舉雙方起衝突。這個姓林的查甫人是破壞厝邊奧多擺，佮甲伊的物件弄破，互警方移送法辦。工務局嘛表示講會甲梯厝拆掉。我哪裡？穿烏衫的人歹穿穿哪咩哪甲人的花卡，奧多擺攏沿路倒，受害老小姐袂堪為忍，隨報案。這是高雄前鎮鎮東一家巷仔路，因為新搬來1樓住戶要甲頭前的共久地摕來做私人用，愛厝頭家來搭梯厝，住2樓的老小姐無當機去甲市府檢舉，市府認定違建袂使施工，想要到1樓住戶的朋友，所以用這款的方式來提議出氣，也互警方依法上班。他那個時候當時在施工。然後那個檢舉大隊來說，哎，你這個是違建，不可以施工，有人檢舉你。然後他們聽了就星期五，他說好就不可以違建了嘛，他們自行拆除。自行拆除之後，就導致這些事情發生。全案調查後，依觸犯刑法、妨礙自由、恐嚇及毀損等罪嫌，依法移請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。現場實際甲看，鎮東一家這條巷仔路，住1樓的人強要逐戶攏有搭梯厝來使用。對此，工務局表示，只梯厝捅出來深度超過120公分，攏是違建。當時厝主講，是因為厝骹環境日頭傷炎，才想講要搭梯厝來炸熱。即擺代志變安尼，看市府安怎講，伊就安怎配合。樓下當然很熱，當然會受不了。他會跟我說太熱了，所以說我屋主處理，我一定要幫他處理一點事情。結果他也不讓我處理啊，那我就收起來了，不處理了啊。尚未依規定拆除，將依法進行強拆。另外提醒民眾，在101年4月2號後新建之違建，皆為優先拆除對象。工務局表示，原底要增建的梯厝已經認定違建，要求停工拆掉，77會去復驗，若是無拆，就會強制拆除。記者柯家族、邱超雄高雄報道。